那个换做倒落产地，搁再利用。我们的分解制材就是来加速这个稻草的一个腐化，稻草分解完以后可以当成养分给后面的水稻再去利用。咱台湾的土地资源有限，毋过只要知影要安怎去个。 我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先带大家关心拄才收到上新的天气消息。日本南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今日早起时8点已经变做今年第6号轻度风台逼合，刷来会经为日本的风向气对咱台湾暂时无影响。这是咱拄才收到上新的消息。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画面，要来关心，这是桃园发生一个乌里送跋落产客的代志。警察24夜接到民众报案，讲伊老爸伫就是伫前出门，袂记得倒转来，敲电话甲伊问，伊讲伊跋落水，刷来电话就挂掉，无讲伊伫倒位。这个民众真着急，赶紧要来找老爸。头尾找5点钟，上尾伫咧大园叶贴的田里找到老爸，该在敢若小可切着伤，平安无啥要紧。 另外一个上新的消息，要来关心花莲市区一个路口水沟挂，昨昏半暝11点钟，熊熊呛花珠啊，佮呛乌烟出来，引起到4块里百姓无电通用。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林书宏来带咱了解。书宏。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监视器清楚拍下路口的人孔盖，先是窜出大量浓烟，之后居然还有火花窜出，周遭还瞬间停电，居民纷纷跑出来查看，表示有听到噼里啪啦疑似电线走火的声音，民宿旅客们也都吓了一大跳。空调完全1秒钟都打不开，热得很。对啊，本来我带着儿子正在洗澡，然后洗到一半，然后灯闪了几下，然后然后空调就不能开了，但是那个还有灯。 后来呢，我们就下来看到就是电力工人在这里就是检修，赶快要把那个用电量的需求给那个居民，让他不要这样子1年又1次的发生。等一下事后我再来跟那个台电的做协商这样子。 强调，去年民宅外头电线也曾发生过短路起火，墙面还留下明显被烧过的痕迹，居民们都感到相当忧心，就怕意外发生在大家熟睡时，第一时间没有人发现，火势蔓延开来，后果不堪设想。当地里长霍报也赶到现场关心，希望台电人员先抢修供电，之后再和台电公司协调进行配电的改善，才不会让里民活在恐惧之中。以上是目前掌握资讯，主播。 好，多谢书宏，同款，互人感觉真惊惊。这是花莲最近有一个人真怪奇，乌病甲人压牛奶，受害点头讲对方毋捌来交管过，含伊无冤无仇，毋知讲到底是安怎会找到伊，嘛是知讲三无长。讲即届是牛奶，下一届若是汽油，安尼代志就大条。提醒附近的店头爱注意这号人物。你看，泼一下，然后又泼这里。 太夸张了吧！一名查甫人行过街，手掼着一罐物件，看对店内后一秒，毋知是啉烧饱，也是想要找麻烦，敢若看到伊乌白破，然后人都无去。夸张哎，我吓一跳吧！他头先在那边看我们里面，然后就走过来，就往这边倒哎，这边倒，然后你们还在营业呢？对呀，然后我就把它。 牛奶哎，我要把它拿起来闻一下，牛奶哎，太夸张了吧！当时是半暝啊1点外，店家关店了后，才发现涂骹有一大白色的水，压落去闻看卖，竟然是牛奶。这件代志发生伫咧25号，牛奶怪客甲这间店家无熟无识，平常时嘛无交管过。 煞来破牛奶，员工烦恼，若是后一回换做汽油，就毋是简单积的就会当消灾。太夸张了吧！他拿一瓶牛奶来倒呢，他如果倒汽油重，不认识，从来没看过，而且他也没来消费过啊。因为只是一桩小意外，员工选择无要报警来追究，但是就惊附近店家嘛会受害，也是将画面铺上网络来提醒注意。记者综合报道。 过来看到咱台视新闻的独家镜头，这是高雄一间超商半暝有人伫遮起骹动手，真侪人看到这个画面拢惊甲3魂减1魄。不离个详细看，原来这是便衣的刑事咧抓歹人。警察为了要抓这个窃盗犯，来到超商美咧等伊，结果双方变做 QQ 打打。这个嫌疑犯搁再滚家令走去车路，将机尾也是互警察给压起来。我，会怕。
这个穿乌衫的查甫人对警察起脚动手，一群人就安尼伫咧路边 QQ 乐乐。拍甲。看拍袂过对方，伊去找机会想要走去对面，毋过尾啊也是互警察包围压起来。原来伊是一个通缉犯。一直被打被抓，然后就是故意乱弄东西啊。差不多1-2分钟就结束。做大声。做大声。这个26岁查甫人因为进前伫机顶犯几6件窃盗的案件，警方将握到伊的行踪了后，就骑车甲伊逮。想袂到伫前镇一心二路的超商外口，对伊临检要甲伊抓起来的时阵，嫌犯毋但毋配合，先甲警方起脚动手，刷落佫想要走，毋过尾啊也是互铐起来抓转去。连续发生住宅窃盗案件，以及打破车窗的窃盗案本所经清查发现为辖内的黄姓治安故意人口所为啦，在优势警力之下那给他强制的压制逮捕了那全案本分举依窃盗来侦办移送。少年人毋惊正路，毋拿做贼仔，刷落佫走，互警察了，尾啊，互警方按窃盗罪移送法办。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关心号码，互人偷摕去，这本来应该毋是啥物大代志。这个人煞赶紧来报警察带人，原来后壁是有原因。这个查甫人来到台南博爱派出所来报案，伊讲号码互人拼去，是安怎会接到急？这个人伊汉草真好，高强大汉，号码定定拢惊破，老母就真大心，买防水布替伊做实施号码，穿一冬话拢好好，煞着贼偷。警察查消息了后，赶紧调监视器画面，发觉讲原来是一个妇人顺手甲伊拼去，上尾该在顺势找到倒来。监视器翕到一个负责人，伊牵车要离开的时阵，伊的目睭去闪到另外一台奥多麦顶悬有一领蓝色的号码，伊个安尼大主大意甲人偷摕去，规个过程拢去监视器甲翕落来。毋过无偌久，号码的主人发现到号码无去，去甲紧走去派出所来报案，因为这领号码是因老母亲手替伊定做的。被害人告诉我们，这件雨衣由他妈妈亲自来制作，那对他价值非凡。原来这个25岁报案的查甫人，伊的身高超过180公分，一般号码若是拢入去，就会去惊破去。因老母安尼看到真唔甘，就决定讲要开钱去市场买布，经这落脑底白花的防水布，替因囝来定做号码，安尼穿着好看阁好势，穿1年半嘛拢无歹去。经过警方调监视器来看，总算把这个偷摕号码的负责人甲抓到啊。因为那个每天在家也是看妈妈晚上这边做，觉得她很辛苦就莫名其妙就拿走，他根本不知道那个背后的辛劳啊。这个负责人甲警方表示讲，伊一个看到这领号码，感觉伊真水，才会甲摕。警方伫找到号码了后，嘛随来通知因某仔囝来甲领回。虽然讲这领防水布的号码才价值几百块啊尔，不过这是老母的疼心，伫咧因的心目中，这是一领无价之宝。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无价，这是咱人的健康。来看到宜兰县罗东这间连锁便当店，互人逼消息讲油鼎油用几年烫天拢唔捌伫咧换，另外搁再用清水来拌菜。卫生局接到消息，随派人来查查，发觉店头用的油确实拢唔捌换，要求业者爱限期改善，千万唔通结外挂，因为后日会搁来检查。白骨精甲变作黄金色的，看起来酥酥脆脆，真好食款。伫咧宜兰罗东的一间连锁便当店，物件俗阁好食，真侪在地民众拢真爱去买。毋过即马煞红白讲，因用的油规年拢无换。有一个民众伫人面册社团 po 文讲，罗东的这间便当店为着省成本，油规年烫天拢无换，佮用水稻水做凉菜。卫生局接到通报过去稽查，发现确实有违规，要求业者随换油，佮开一张限期改善的通知书给因。那限期改善，如果我们8月10号才去追踪，油品还是不符合我们的总极性化合物质的检查，那我们就会依食品卫生管理法违反第8条、依44条裁罚。最高是裁罚的，就以6万到2亿为我们裁罚的基准。卫生局把这间店列作重点稽查的对象，若是安尼问题，劳工处嘛发现头家无替员工保险，所以来会请劳健保局来甲因发维护劳工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到这个话题，真趣味，一寡人伫咧夜市啊，拢会当买到剪番薯球，结果这间卖特别无共，亲像石头啊安尼电酷酷。新店这个民众伫人面册铺文，铺这段影片，翕到讲伊位夜市啊买一包剪番薯球倒转去厝的，结果伊讲啊加落拿铁纸摸起来拿铁柜电酷酷加袂落，伊阵啊做实验来看卖，伊讲摕茶板卡茶板拢猫落，啊若摕铁板卡轻轻锵锵，一寡网友看到影片拢笑甲变过，讲伊买到的毋是食的，是上界新型的武器。黄色的球摕伫手里，对茶棒安尼甲扣落，茶棒刷起又扣猫落。球本身敢若亲像有心肝护体，拢无安怎样。矛盾大对决，茶棒拍输，后一个派出这个铁棒来出战。铁棒出来甲结落去，锵一声，这粒黄色的球到底是啥物货？来，紧来紧看，慢来减看一半。这粒黄色的球乃亲像夜市咧卖番薯壳球咧，毋过是安怎乃会安尼定酷酷？去买到这个铁质的番薯壳球，民众感觉真无奈。伊伫咧面册的社团顶悬铺文，写讲伊买这个番薯球，食几落粒，喙齿煞放气，过来甲附上影片，引起热烈的讨论。有网友讲，这根本就是偏颇嘛。嘛有网友咧恭喜班主，讲伊去买到新型的武器。老话的文章规大堆，互网友笑到要变过。很想吃地瓜球嘛，就去买地瓜球来吃，所以一放到嘴就立刻想去用力咬，一牙龈就很痛啊。之前就是有比较硬，可是没有到这么硬。我还可能反复炸太久才这样。买到这个番薯球的民众，伊亲身来讲，其实伊伫咧这间店买这个番薯球已经毋是第一摆啊。不过这边遮尔定的番薯球，伫咧过去拢毋捌看过。谣伊讲是这个店家小连续甲剪几落遍，才会变做安尼。伊伫咧讲实在有够寒，要倒转去找店家的时阵，对方已经关门啊。民众讲希望这个店家会当做好品质的管控，安尼主顾客才顾会牢。记者综合报道。再来拄着这款的情形，苏当时应该是要笑袂出来，要哭嘛哭无目屎。屏东小琉球外海有6个大人，3个囡仔拢总坐5只船帮伫咧海面等人来救。这阵游客本来是为东港过船啊到小琉球，因为事先无掌握到考留把留的时间，我小琉球2-3海里的时，雄雄互大海鹰规个拖去外海，头尾1点钟拢无法度上岸，险险啊去找阎罗王，还有海龙王做伴，行甲赶紧报警察获救命。有多艘独木艇漂至外海，本艇即将予以脱救。高雄海巡队接到报案，有真侪只帮仔船伫咧海上漂流，等待要救。赶到现场发现，竟然有6个大人甲3个囡仔伫咧5只帮仔船顶。问一下，是你们报案的哦。对。大家坐伫船顶，看起来敢若是已经无气力啦。原来这9名游客原本按算早起10点半对东港镇海公园出发，准备要开3点钟飞到小琉球的沙坡来上岸。但伫咧船无到2-3海里的时阵，雄雄互一船海鹰冲去外海，开了点外钟拢飞袂到，惊甲赶紧来报案。那个先脱开好不好？我们从这边上去。这个放着这。帮仔船会漂伫外海，其实是因为拄到考留，所以就算小琉球近在眼前，要靠能力爬帮仔船，恐惊也是爬袂过海鹰。从事海上活动需注意自身的体力及海象状况，切勿贸然出海。海巡队表示，这阵游客敢来向大海挑战，有一定程度的海上经验。不过，也是建议爱来加做准备，甲掌握海象。好佳在游客已经是伫咧我小琉球的所在，手机也有信号，才会当来顺利获救。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特算盘要带大家来参考，这是想要烹铁饭碗找头路，又有机会国营事业要招人。经济部公布11月，中油、台电、台水、台糖4大国营事业要招考职员，名额拢总1219个。其中咱看到台电要招的人上介济，拢总660个。薪水的部分，因为去年公务人员起薪水起3%，这一届薪水嘛加起差不多1000块。今年薪水台水上介济，拢总39820块，我4万块。另外，台电、中油38000，台糖37000。想要烹铁饭碗，恐惊嘛无遮尔简单，因为为往年看起来，录取率差不多6%尔。去年客观指数提悬到7.51%。排电线拼第一，或者是有关嘅电梯力，大家遮尔拼命，拢是为着要考虑去国营事业。
今日人才无够嘛，为着要改善人力，经济部公布年度招考，一声就要招1219个新人，包括中油494人、台电660人、台糖22人、台水43人，其中台电招上侪人，薪水37000到39000，年底奖金上侪够4.4个月。4万块对我来说薪水是高的。起薪的话，其实4万块是算高的。会向往，毕竟是稳定的薪水，然后可能也可以长期的做这样。油、电、糖、水做伙招人，其中机械甲电机的人才上欠，另外行政人员等等嘛拢有缺。国营事业人力的替换，经济部调较紧的，因为刷落来会有真侪人退休，预估未来3年爱补5000人，5年来爱超过7000人，人才会有够。婴儿潮世代的大量退离我们早就已经预估会慢慢进入到退休的高峰期。公司因为各职组直系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人才我们都需要，所以大概分为技术跟管理2类。真水济福利好，虽望4大国营事业2018年平均的录取率创下过去上悬的纪录，不过也是干那7.51%尔。想要考入去，恐惊的嘛无遐尔简单。记者综合报道。做回来关心早起时上新的消息，一个计程车运将拜4半暝日咧台北市载人客要去泸州，无意外经过三林埔区宽和北路的时，煞互一个批车的人伫咧后壁甲伊压车，刷来要甲伊砸落来，佮大车甲伊呛住。车内一个查某人客佮较无辜，因为伊行甲放声吼，讲无代无志，洗面爱就偏。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林书宏来查咱了解，书宏。好了，主播各观众，从行车记录器的画面中可以看到，好几辆机车不仅在大马路上蛇行，速度忽快忽慢，甚至频频按喇叭，挑衅意味相当浓厚。不仅如此，一群人都还没有戴安全帽，相当危险。25号凌晨2点多，一名计程车驾驶从台北市载客要前往泸州区，没想到行经三重区的环河北路，碰上了这群飙车族。对方不仅恶意拦阻，甚至还逆向直接将他们拦下。无啦，我无扒呢，唔是我扒，是恁朋友扒呢。啊，你个弄掉嘛？我要超这边外线嘛。啊，我要超这边外线嘛。啊，无啦，请问者哪开车哪讲电话对哦？无，我即马才你讲尔。我嘛，我这家无看啊，我即马就是看着你。因为我即马靠这110。男子不仅狂飙脏话，甚至还频频敲打车子，车内女乘客第一时间被吓到哭出来。即便驾驶一再道歉解释，男子依旧不肯罢休，驾驶立即打电话报警。幸好就在这个时候，有巡逻警车经过，第一时间就将违规的车辆拦下。计程车驾驶也主动提供行车记录器画面，希望警方能够严惩这群恶霸。没想到远警居然回答不要理他们就好。当事人担心被吃案，第一时间将画面提供给媒体。辖区警方也出面回应，强调依法开单，绝对不会姑息，也会加强此区域的夜间巡逻，避免再有人受害。以上是目前掌握资讯，主播。搁再来关心早起时上新的消息，为了要保护个人的资料，后日国家考试放榜单袂当搁再公布全名，因为当年高考普考放榜，真侪人拢伫咧国家考场伫咧看放榜的结果。以后为了要来保护个人资料，考选部决定搁将国家考试放榜单拢袂当搁再公布考试学生的全名，名其中一个所在会用这个拍圆箍啊，或者是拍青甲伊扎起来，考试学生都要对入场前的号码，安尼才会当确定敢有考调。搁再来看到，昨咱新闻嘛有报道，基隆北海岸有人乌白蛋油桶污染海洋生态保护区，经过海巡单位利用雷达资料，通知西油这个圣阿布拉的船长来到岸说明。这个船长嘛承认讲，这个船换机油了，伊就直接甲24卡桶等入去大海。今仔日海巡署依照海洋污染防治法改罚，上届当会当罚150万。另外，海巡署嘛特别感谢唱水面的教练王明祥，随甲这个油桶好起来，做伙来保护海洋生态。搁再来看到，这是台中市警察半暝1点钟巡逻时，看到一只轿车内违规颠倒向，随打进前去查，正是伫咧内底抄到枪、毒品，当场甲车内2个人铐手铐。详细情形继续请记者带咱来了解。是主播各位观众，大批警力将2名男子上铐，要带回警局，因为就在几分钟前，从他们的白色车内查获枪支和毒品咖啡包。26号凌晨1点多，台中市警方在执行巡逻勤务，2台巡逻机车发现白色轿车违规逆向，立刻追到光复路一带，顺利将车拦下。他是要停车哟，
停车就被警方拦查。有没有说是怎么样？没有。你赶快就钱。伊个白色线是安尼逆向过来。逆向过来。位都逆向过来啊？位速度。速度有发个叫大声的哦。无咧。无叫卖叮当安尼。无，迄个哔哔哔啦，唔行。安尼啊？唔行就是叫迄个警察车。警察都让搞到人家电话。我就只看到有人被上铐带走啊。对啊。起初远警只是要依违规逆向对驾驶开单，没想到却意外查获违禁品。所幸整个过程2名男子都没有反抗，或是意图加速逃逸，才没有衍生其他意外。回到警局后，将确认2个人的身份以及毒咖啡和枪支来源。以上是目前掌握的资讯，主播。或者心情继续要朝台规台湾来行透透，看到红水白高雅，热天若会当来到海基啊耍水，阁会当来彰化欣赏江河花花海，即马当时行。一个是伫溪洲乡有就青绿粉蓝色的花海，另外一个伫咧田中，规大片白色花海，互人看了到地心凉鼻透开，请真侪游客小坐来翕相。上界重要的是来遮完全拢免费。粉红色的江河花花海实在是有够水的，来到这就袂输来到仙境同款，游客拢赶紧摕手机啊一直翕。再来一个。一张翕无够，换一个姿势刷落去翕。这是彰化田中的江河花花海，7月是开花期，真青绿的花做花开，请游客来这赏花。粉红色，很浪漫，很浪漫。树大就是美。江河花产地伫泰国，外形甲荷花真成，加上粉红色，互人看到真介意。偏起来嘛真香，互人有恋爱感觉，所以嘛叫做爱情花。还有准新人专工来这翕结婚相片，很缤纷，很美。网络上看的蛮漂亮的。那田中隔壁溪洲嘛有规片的白色的江河花花海，看起来真高雅。江河花花期为6月开始，一直到10月，免费开放给民众参观。下个月就是中国的情人节，嘛好这变做即马上夯的赏花拍开景点。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真适拍，继续来看到高雄市观光局特别伫咧新历8月初3到11，逐礼拜6、礼拜日，也有七夕情人节即天，伫咧爱河边办高雄爱河水漾嘉年华。活动现场毋但邀请金曲歌王来表演，即届民政局佫特别替七夕情人节来设计遇见、恋爱、结婚、家庭4大主题，希望来参加的男女朋友，大家拢会当好花结好子，姻缘牵千里。民政局长周兴盈带各位长官，大家穿救生衫，手阁举尊牌，笑嗨嗨做伙来替这个高雄爱河水当当嘉年华来开幕。各位长官伫这个现场扭腰捧盆，跳这个上夯的 Baby Shark。周兴盈局长嘛特别穿救生衫来示范安怎操作 Shark， 来替记者会引起高潮。我们爱河上面带微笑，好，开始滑滑滑，滑完左手换右手，右手滑完换左手。高雄市观光局要伫8月初3到11，逐礼拜6和礼拜日，也阁有七夕情人节迄天，要伫爱河边啊来举办爱河水当当的嘉年华。现场除了有这个金曲歌手到场来表演，和美食文创摊。这边观光局嘛甲民政局来合作，替七夕情人节特别来设置这个拄长、恋爱、结婚甲家庭4个主题。这一次呢，我们也特别举办了一个打卡活动，就是刚刚有提到，我们有遇见、恋爱、结婚、家庭4个装置艺术。如果当天能够完成4个拍照打卡上传到我们的公所，我们就有现场有精美的小礼物、放闪笔能够送给大家。这边的活动特别选伫有代表性的爱河边来举办，就是希望这个逐队来参赛的爱人啊，拢会当有一个真好的回忆。嘛，希望透过这摆的活动，会当让民众做伙来去感受到爱河的魅力。记者综合报道。好，咱继续来看到人咧讲有钱坐大厅，若无钱人人惊。台中出名风景所在秋风国生态公园，伫咧7期黄金地段，园区里就有这栋厝，本地是一间餐厅，因为业者爱负担房屋税、地价税，也有租金实在载袂掉。2年前无做了后，这个所在阵啊一直趴远伫咧遮，都民众感觉讲放咧市网实在真无彩。市政府经发局嘛特别解说，讲现主时市政府已经找到经费，新的厝卡敢若负担租金就会使，即马当要招商。伫咧台中7期中卫区的秋红国是一个生态公园，有真青翠的草坡，中阁一个大水池，兼顾景致，也阁有排水功能。
另外，还有一条环湖的步道，所以无论是日时也是暗暝，总是请真侪民众来散步。另外，公园内也有一间餐厅提供予民众用餐，但即马煞是大门清扫。原来自从去年9月业者经营不善关店了后，就一直放伫遐，就有民众感觉遮尔好的一个空间，放咧市网，真可笑。对啊，浪费掉，就要跟在地结合吧，就是不要都是那种到处都有的那种纪念品店。它不应该只限于说吃的或者饮料或者什么的，但它一定要跟在地相关。厂商他有反映说，房屋税跟地价税加上租金，其实对厂商来讲是一个蛮重的负担。就后续这个新的契约就会由市政府来负担，那厂商他只需要负担合理的租金就可以了。市政府经发局解说，业者是因为爱负担税金加上租金，感觉负担真重。市政府也决定，未来房屋税甲地价税部分会由市政府来负担。未来新的业主只需要负担租金就会使。目前正咧公开招标当中，已经有真侪厂商来伫问，预计后个月若是招标顺利，就会有新的团队来进入。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到有关门街道跳墙法，嘉明湖国家报道，这几年不三时发生台湾乌熊拢入去山内厝日咧热事，为了避免人和熊发生冲突，台东林管处向阳山厝就特别做一个乌熊警报系统，假使若受感测到什么款的动静，就会随利用无线电来传影像，赶紧通知管理员。6月才拄斗好势，顶礼拜六暗时就随头一届翕到台湾乌熊，两个警报系统拢日咧呼呼弹，落尾管理员试声音来赶走这台湾乌熊。你是你干什么？乌熊拢入去向阳的山顶厝，真晚今日和拄工乌目拄白目相对上，人去惊到要破胆去。敢若伫咧去年的8月，都已经有3摆啊。林管处烦恼台湾乌熊常常出来说会爆发冲突，伫咧6月新设立这个预警系统，伫咧21天就成功来甲拦查落来。7月20号的时候接收到通知，我一打开。然后就马上先判定那是什么野生动物，一发现是台湾黑熊。熊出现的镜头看到真正古锥，伊安尼豆豆挖进山顶厝，管理人员接到通报，就紧来启动这个噪音，要甲熊赶走，顺利来避免这个人甲熊相对上。这项预警系统目前装伫这个向阳的山顶厝，透过无线电甲太阳能板的充电，利用网络管控甲长期的监测，通减少人甲熊的冲突。那个第一个通报点。距离我们向阳山屋大概直线大概100公尺，所以说那个是一个安全范围之内。当时在那个向阳山屋滞留的山友们，告诉他们目前有台湾黑熊。未来林管处规划讲，要甲这个系统甲引到这个嘉明湖的山顶厝，慢慢提醒这个山友，都爱甲食剩的物件甲处理好势，通建立人甲熊的友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继续5号世界大代志，要带大家关心。昨咱新闻嘛有报道，讲许多这几天若是按算要去澳洲佚佗，都要特别注意，因为澳洲今年透烧风已经算的是第2波啊。24号德国、荷兰、比利时拢已经超过在地有史以来上届高温的记录，拢超过40度。法国巴黎按算会超过72年来上高温的记录。24号上高温称甲43度，袂输敢若火炉同款。一只澳洲之星列车为澳洲大陆要驶去英国伦敦，因为家电系统凶强故障，也有过样，半路掉入咧比利时，拢总600外旅客挡袂了车厢有够热，走落来到铁基路来偷开。另外，法国上少5个人因为伤热死。Today, all-time country records, hottest temperatures ever. 天气伫咧40度顶落下啊，这毋是沙漠，是欧洲。先来看比利时出现39度9的高温。创下186年来上高温的纪录。The London-bound service experienced a power failure, leaving customers trapped in hot temperatures for 2 hours. 一列欧洲之星的火车因为这个供电系统歹去，停伫咧磅空口，车厢内底无冷气，内底温度是40度。600外的旅客紧落车，伫铁基路边咧美热偷开。I didn't expect it to be so hot today, and the whole week it's really not funny actually. 伫法国的巴黎。喷水池边的游客穿甲真清凉，
当地伫个24迄天出现38度的高温，这恐惊只是这个地狱级高温的报头尔。Paris's all-time record 40.4 from 1947 will fall. 25迄天，巴黎高温破纪录来到43度。毋那这个民众制裁袂调，就连拄好大火烧过的圣母院，嘛有可能因为这个高温互结构脆化，伊的员工顶恐惊会阁放落来。2、1，耶！若是讲无酸啊水伫个外口，真正是冻袂调。德国伫个24迄天创下气象史上悬的40度半。有水的所在，人是安尼吵，亲像咧洒水饺共款。还佫有这个荷兰来到39度3，嘛是75年来上热的时阵。But now all the heat's going to surge to Scandinavia, where temperatures are going to be near 30. We could have wildfires breaking out all the way to the Arctic Circle. 真强的高气压嵌伫个西欧的顶头，佫刷到北欧去，打乱当地热天的日常生活，嘛有可能来引起这个罕你看会到的野火。而且大部分的民家厝拢毋捌咧斗冷气，毋过天气又佫热叽叽，安尼热甲要死也真费气。记者综合报道。有时天光，有时就月明，来看到迪士尼乐园伫咧欧洲，也有亚洲、美国开真侪间分店，真侪大人带囡仔做伙来佚佗，也毋过生意好歹嘛差真侪。像讲日本的东京迪士尼乐园生意强滚，若美国本店伫咧佛罗里达州的迪士尼乐园，最近互人发觉讲实在真稀微，无几个游客。原来是有一间新的主题园区拄开幕，一寡游客赶紧换去遐整。来到迪士尼乐园，表演好看，游乐设施阁好耍。每一年6、7月休热的时阵，人一定是客甲满。但是最近美国佛州迪士尼乐园游客一入园拢会惊一下，停车场是空，游客更加是无几个冷清。想要耍啥物，会当直接行入去，拢总唔免排队。Look at this, you guys. This is crazy. What is going on? No one is in front of us on the tram. 这是休困日理事的迪士尼乐园，以早是人山人海，要耍每一项拢爱排点外钟。但是即马已经看袂到排队的人，有人6月份来到这，30分钟甚至就耍了5项。So look at this wait time. 13 minutes, unheard of on a Saturday in June. 每一年休热一定会来的市中的游客拢无去，到底因是拢走对倒位去？ Wait time for Smuggler's Run, 65 minutes. Stand by to pilot the Falcon is now up to 80 minutes. The line goes all the way. 原来伫咧5月底，迪士尼乐园伫咧度假区新开幕新制大镇银河边缘的主题游乐区，请走大部分的人。大家拢想要耍新奇的物件，所以游客拢按新的园区去。迪士尼嘛感觉真无奈，统计传统的迪士尼乐园伫咧6月到8月之间，流失将近有100万名的游客。但是聪明的迪士尼卖将建议，若是想要耍迪士尼，阁无想要让客人今年热天会当来传统的主题乐园佚佗，保证省时间，阁耍了爽快。记者综合报道。跳完一个广告了后，要继续带大家来看这张相片。唔知你敢有发现，这个主角就是香港查某名车刘嘉玲，今年已经53，骹手同款真有力。就是因是废物嘛，结果咱煞摕来咧利用啊。先用一台集草机，3零收落去做1零，了后再用拍包机去甲拍包起来。有个都市人讲，这是因伫都市看袂到的感觉啦。讲起到这稻草，过去原本收成了后，就会来甲放火烧。如今嘛，已经创造出伊再买房子啊，就带去看看啊。除了我们之外啊，你看看这边还有别人吗？
然后想说那边有个阿姨在梳头发，唰，所有人都跑出去。反正前2年没有名字啊，他们都是叫我黑的杂波，黑的杂波。也有裁判就直接讲说你懂什么？你杂波你把傻这样。从我之后不会再有女孩子被赶出球场。说这什么叫带天命？这才是带天命。请锁定台湾名人堂。大家问千万字，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今仔日要来给大家小解这里，咱做伙来看到这里就是川河川的川，这里川里就是河的意思。另外一寡汉药材拢有这里川里，像讲川芎、川贝、川七。上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过去这药材主要的产地拢是伫四川，才用这里川字，北音读作村，卡村的村。咱做伙来小解2个词。头一个，带大家做伙来看到，这就是川芎，这是一款草本的汉药材。有调经活血、润燥止痛的效果。第二个词川贝，这嘛是草本的食物，同款的当摕来做药啊，大部分同款是四川生产，才叫做川芎、川贝。咱用一句话来举例，把这2个词夹做伙。譬如讲，伊去看汉医，汉医写药单给伊，叫伊就要去汉药店夹汉药啊，内底就有川芎、川贝，要甲伊调养身体。今仔日小解这一字川，另外一个音是村，提供给大家来参考。继续艺界人生，要来看到古早人讲，30个查甫是真重，啊那30个查某是老人。当然，即嘛时代无同，香港查某明星刘嘉玲今年53，骹手同款真溜咧，保养了嘛有够好。最近伫咧 IG po 一张相片，表演伊伫咧壁的碗壁颠倒头徛，嘛互人看到讲伊体力有够好，毋那是腰束、前屈后屈，还佫把下骨。伊讲因为自由关系啊，因为骨力才有愤快人生。规分师穿轻便的运动衫，趴倒头栽倚伫个壁边，过来显出真十尖的胖仔腰，遮尔好的身材，这个相片的主人到底是谁呢？好好食啊！这个有真水体型的人，就是53岁的港星刘嘉玲。除了抛出这个趴倒头栽的相片，佫真大方来分享伊的人生观，强调讲家己愿望的自由是通过这个面煎甲拍拼来实现愤快的人生。安尼，互网友真甲学了讲，这个女神就是女神啦。好辛苦啊！那个是我很真实的一面。其实我做完运动，我都会去香港一些很好吃的那些餐厅，都会去大饱口福啊。就你做完运动吃，有一个心安理得嘛。平常时热爱运动的刘嘉玲，伊常常去爬山大步行，来保持这个瘦挑的身材。也若运动煞，伊嘛去食一个好料咧。不过伊唔敢食伤济，嘛互人看到讲这个查某明星为着要维持身材，嘛有辛苦的时阵。像这个36岁中国大陆的女星孙俪，就算讲伊人气已经真旺啊，不过伊还是唔敢放零。以前骨力咧做健身，嘛爱趴倒头栽。啊，那这台湾的女星陈意涵，伊嘛爱趴倒头栽。这个演艺界女星热爱运动，佮保养甲好势啊好势，加上有正面的人生观，嘛来成做真侪迷众追随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转来到新闻的现场，同款和正式有关系。台湾珍珠牛奶茶伫咧规世界拢真时行，即马日本就连锁的素食业者创造会发光的珍珠粉。可能就是因是废物嘛，啊，结果咱煞摕来咧利用啊。先用一台集草机，3零收落做1零，吼了后啊，再用拍包机去甲拍包起来。有个都市人讲，这是因伫都市看袂到的感觉啦。讲起到这稻草，过去原本收成了后，就会来甲放火烧。如今嘛，已经创造出伊在。我爸爸还有我，在我儿子，可能我的孙子，就这样延续啊。
当然第一个条件，我们要先保护我们的土地，那是最基本。坚持其实有很好的水蜜桃跟五月桃，但是都被拉拉山那边的名声被取代，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想说，如果我们有自己的品牌，让人家知道就是五月桃，它就是从马尼关来的。每个礼拜天带您寻找台湾感动力。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来食无同的手路料理。来看到这几年，大家愈来愈注重健康，食食嘛爱食好营养。食食的关系慢慢无同，较少食菜色、果子食较侪咧，肉食较少咧。即马就真是惊素肉胖狗。美国出名连锁店和素肉制造商做伙合作，杀全新的素肉胖狗，内底无肉，食起来口感敢若是一般的胖狗同款。另外有一间美国连锁的素食店，同款嘛是杀这款素牛肉的胖狗，让消费者有更较无同的选择。肉排煎甲香港讲，甲2包起司做伙倒入去胖内底，就是一份好食的早顿。讲出来你可能唔相信，其實這塊豬肉胖狗內底根本就無肉，是一份健康的素肉胖狗。It tastes like real meat. It tastes like sausage. I don't think it tastes better than the regular sausage. No, but it is there. 素肉胖狗伫美國愈來愈時行，和志低胖連鎖店嘛來插一卡，早頓殺素肉胖狗出來，看起來真心普通的肉排，這個時陣佫會為紅色慢慢變赤。不過其實這種肉排是用食物2倍，甲菜籽油這的食材來做的，口感甲真的肉排嘛真成。這款素肉胖狗伫紐約曼哈頓163門市攏有咧賣，未來佫計劃要推廣到全美國，愈來愈多人開始注重家己的健康，肉攏食甲較少。伫美國殺素肉胖狗出來，佫有一間素食店。A patty with 0 milligrams of cholesterol, 17 grams of protein, 100% Whopper, and 0% beef. That's impossible. It tasted just like a Whopper should taste. 素牛肉胖狗用的是锡国人工肉公司做的素牛肉排，目前伫密蘇里州的聖路易市有咧賣。專家預估賣替代品產業的規模，未來10年內可能會增加到美金1400億，超過台票4.3兆。那互餐飲業更有競爭力，嘛互消費者有更加多健康的選擇。記者綜合報道。另外，这个无同的选择来看到咱台湾珍珠牛奶茶，伫咧规世界拢真时行，店头嘛发挥真侪创意，像讲日本的连锁素食业者找台湾手作饮料店，创作这款会发光的珍珠粉泥，嘛写真侪日本人拢想要来食看卖。另外，伫咧美国纽约，业者杀珍珠牛奶火锅，汤头有999一元牛奶，一款火锅有3款食法，互真侪欧洲、美国的食食客拢想要来试验食。火锅的口味数10种，不过你敢捌食过这款珍珠奶仔火锅？伫火锅的汤头顶悬抹一烟厚嘟嘟的奶泡，佮用这个温仔火慢慢来甲煨，安尼这个香气十足的奶仔茶香味佮会弹开。Wow. That is milky, matcha-y, and very delicious-y. 紐約唐人街一間這個餐廳，伊主打這個珍珠奶仔火鍋，店家有提供黑色、白色這個雙色的珍珠粉圓，含紅豆啊、Oreo 這個甜料，佮有肉酥含油條這個鹹品，甲摻入去湯頭內底。啊，那官方的食法，甲分做3步，先摕 Oreo 來溫這個奶泡。That's the craziest hot pot experience I've had. Sweet Oreo, creamy, milky foam, and a little pop and bubble. That's good. 過來，甲這個食材甲倒好勢了後，甲倒入去杯仔內底，佮請做一杯熱乎乎的珍珠奶茶。伊的口感有鹹也有甜，食到真有滋味。First you dip your Oreo, then you drink some of the broth, and then when that boils, we're dipping the beef in there. 上尾啊，再佮甲其他的火鍋料甲摻入去，請做這個香氣安尼厚的冷香火鍋。3種食法攏互食食客感覺真青笑。同款算這款珍珠奶茶創意，還有日本這間素食店。ライトでやると光るっていう話なんですよね。ちょっとやってみましょうか。はい、どうですか？ちょっと光ってる？日本的連鎖素食店和這個台灣的手作飲料店來合作，利用特殊的食材做出會發光的珍珠粉圓。只要用這個手電啊，甲燒一下，珍珠粉圓就會發光。現在已經佇日本成功來引起話題了。記者綜合報道。
另外，这个话题来看到法国的发明家萨帕达，伊挑战用飞行翅膀要飞过英吉利海峡。在地时间25号为法国开始飞，航程按算头尾都要20分钟。也毋过，这个飞行的动力敢若当10分钟尔，中都要补充燃料，上少要降落一届。沙团讲，因为海影伤过头，引起到船切甲真厉害，安尼降落煞无变做无准，船安尼跋落海，该在无着伤。法国的发明家萨帕达伫众人的面头前，搭飞行翅膀飞去咧天顶，刷落直直向外海飞去，愈飞愈远，尾也看袂到人。Ça donne des frissons, c'est super. C'est très très impressionnant. C'est une réalisation technique et qui est extraordinaire. 萨帕达选伫25号即天出发飞过英吉利海峡，这个时间是有特别的意义的，因为即天就是人类头一届坐飞行器飞过英吉利海峡的101周年。为法国双加特到对花英国的岛屿，直线有36公里，用104公里的速度来飞，预计15到20分钟就会当到位。不过飞行翅膀的电杆会当飞10分钟，所以伫路的上少爱降伫补给船一届做补给，想袂到就伫降落来时阵发生意外。La plateforme, en fait, elle bougeait trop. Donc, Sur le bateau. Ouais, il y avait trop de vagues. Ouais. Bah, du coup, il est pas arrivé à attraper la plateforme. 补给船因为风影的关系，显甲真厉害，互萨帕达跋落海的，好佳在人无安怎。Ah bah il va le refaire. Ça c'est sûr. Il reste jamais sur un échec. 虽然这届挑战失败，不过萨帕达的某讲，因翁一定袂放弃，请大家等咧看后届挑战。记者综合报道。可能就是因是废物嘛，结果咱煞摕来咧利用啊。先用一台集草机，3零收落做1零，了后再用拍包机去甲拍包起来。有的都市人讲，这是因伫都市看袂到的感觉啦。讲起到这稻草，过去原本收成了后，就会来甲放火烧。如今嘛已经创造出伊再利用的价值。稻草更加是种商用的好朋友。落种、砍土、到收成，经过1个半月的商用成长过程。迄阵啊，阮迄个囡仔作细汉的，就讲老师甲讲爱做环保救地球啊。啊，咱搁出去看到农民咧放火烧啦，烧甲规个烟足大个，所以我才想讲安尼倒不如就买一个机械来甲收起来。过去咱稻啊若挂完了后，就来甲放火烧，咱来甲换做倒落田底，搁再利用。我们的分解制材就是来加速这个稻草的一个腐化，稻草分解完以后可以当成养分给后面的水稻再去利用。咱台湾的土地资源有限，啊，毋过只要知影要安怎去甲爱护环境，这块土地嘛用丰收来回报着咱的农民。稻草是稻作的生产上的宝啊，含有丰富的钾和硒，啊，这个硒更加是水稻植株细胞的抗病的这个重要的结构的物质。在咱农委会苗栗甲台东的改良场，已经有研发出会当分解掉稻草的有机质的肥料。你若甲用落了后，只要7天就会分解。袂去影响到你的下基作。稻草分解的话，它就是会沉到水里面去。那你后面在耕作的时候，其实它的一个发酵物质就不会影响到你的那个2期的秧苗。那以前没有这种方式的时候，水稻在田里面也是会分解，只是会产生一些不好的东西，会影响到秧苗的生长。一开搁一开，一档搁一档。
卡使咱会当甲稻草变做是资源，变做是土地的养分，维护着咱的环境，嘛维护着咱的健康，更加会当来造福着咱的下一代。生怕得罪300万粉丝，这群人诚恳呼吁众人不要退订。咏鹅这首诗，什么什么什么，曲项向天歌。我好像知道哎，大白鹅。我觉得是鹅。你是说展瑞是错的，那300万订户是错的。我就是大白鹅。谢谢大家的脑顶。答案真的是鹅。对，游戏归游戏，不要退订。100万奖金周周送，快下载17 App 抢奖金，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Q。Hello， 各位月村的村民，大家好，我是坤达，我是林思雨。月村欢迎你，要办见面会喽！8月4日星期天在台中与你们相见，一定要来哟！是村民就来报道，我们不见不散。这就是我们卫视直播平台的秘密武器——网红3.0，而且你的身份不会曝光，打造出独一无二的网红终极女王。大家好，我是女王。她真的好漂亮哦！你在直播日那一天，帮我把里面的东西插到他们组织伺服器。我的！明晚10点，台视频道《男神时代》。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台视欢庆《航海王》开播20周年，带你前进无感体验动画纪念特展。6月14日起，连续8周，锁定播出画面、人物图卡，并上网填答，就有机会获得《航海王》特展邀请卡入场券。详情请见台视动画专区粉丝团。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点半，周日下午6点到7点，全程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动画《航海王》。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松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台视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都市农园疗愈身心，都市以后有一片农地，这样做起来我心情很愉快。微笑单车，绿色路网，从 U-Bike 大概在骑个10分钟以内，基本上全台北市市区每个地方都到得了。长照2.0，复健到赋能。真正要启动的是社区里面互相的关怀，还有社区里面大家互相帮忙的这个机制。好家在台北。台视17Q 暑期重大改版，没有归零，没有归零，没有归零，很重要，所以说3次。太强了！奖金让你拿到手软，连续。好，
酒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尾要来欣赏，这是印度做高级衫的服装酒，伫咧首都新德里上场，设计师拢无束缚，利用这个金银马赛克的元素，要来展现到这个真贵气的感觉。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怡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可能就是因是废物嘛，结果咱煞摕来咧利用啊。先用一台集草机，3零收落做1零，了后再用拍包机去甲拍包起来。有个都市人讲，这是因伫都市看袂到的感觉啦。讲起到这稻草，过去原本收成了后，就会来甲放火烧。如今嘛已经创造出伊再利用的价值。稻草更加是种商用的好朋友。落种、砍土到收成，经过1个半月的商用成长过程。迄阵啊，阮迄个囡仔作细汉的，就讲老师甲讲爱做环保救地球啊。啊，咱搁出去看到农民咧放火烧啦，烧甲规个烟足大个，所以我才想讲安尼倒不如了，买一个机械来甲收起来。过去咱稻啊若挂完了后，就来甲放火烧，咱来甲换做倒落田底，搁再利用。我们的分解制材就是来加速这个稻草的一个腐化，稻草分解完以后可以当成养分给后面的水稻再去利用。咱台湾的土地资源有限，毋过只要知影要安怎去甲爱护环境，这块土地嘛用丰收来回报着咱的农民。稻草是稻作的生产上的宝，含有丰富的钾和硒，这个硒更加是水稻植株细胞的抗病的这个重要的结构的物质。在咱农委会苗栗甲台中的改良场，已经有研发出会当分解掉稻草的有机质的肥料。你若甲用落了后，只要7天就会分解。袂去影响到你的下基作。稻草分解的话，它就是会沉到水里面去。那你后面在耕作的时候，其实它的一个发酵物质就不会影响到你的那个2期的秧苗。那以前没有这种方式的时候，水稻在田里面也是会分解，比如它产生一些不好的东西，会影响到秧苗的生长。一开搁一开，一冬搁一冬，假使咱会当甲稻草变做是资源。变做是土地的养分，维护着咱的环境，嘛维护着咱的健康，更加会当来造福着咱的下一代。生怕得罪300万粉丝，这群人诚恳呼吁众人不要退订。永和这首。晚安，欢迎收看7月26号的台视午间新闻，我是刘一涵。午间大头条来关心，迪普的妈妈居然用单手骑车载孩子，就孩子睡着差点摔车。
早点来看到抢救失业青年，政院要在4年。